各位弟兄姊妹早晨，網上嘅弟兄姊妹早晨。咁咧，我哋崇拜咧都即將開始啦。咁咧，大家咧都麻煩大家咧都留意啦。我哋咧都將我哋嘅手提電話咧校到靜音嘅模式。我哋都希望咧，我哋可以喺整個崇拜裏邊咧，即係有一個咧，即係可以專注安心嘅崇拜。約翰一書4章9節咁樣講：神差他的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哋藉着佢得生。神愛我哋嘅心在此就顯明了。各位弟兄姊妹，將臨期嘅係預備聖誕，等候主再來嘅日子。上星期咧，我哋提到咧，每燃點一支蠟燭嘅時候咧，就提醒我哋黑暗咧唔能夠勝過光。主嘅應許咧必定實現。4支蠟燭代表盼望、愛心、喜樂、平安，帶領我哋一步一步去迎接咧基督嘅來臨。今日係將臨期嘅第2個嘅主日，愛心。耶穌基督嘅降生提醒我哋，佢係一位親自嚟到人間，用十字架嘅愛為我哋犧牲嘅救主，去先愛我哋，叫我哋咧去學習去愛，從家人、弟兄姊妹延伸到教會以外嘅軟弱、被忽略嘅人，將基督嘅愛具體活出嚟。今日我哋將會燃點將臨環裏邊嘅第1同埋第2支蠟燭。第1支蠟燭係代表盼望，而第2支蠟燭係代表愛心。當我哋燃點第2支愛心之燭嘅時候，求主提醒我哋，在倒數聖誕、忙碌嘅準備聖誕嘅時候，更重要嘅係讓基督嘅愛點燃我哋嘅心，使我哋呢個城市喺冷漠當中依然看到神而嚟嘅溫暖。讓我哋安靜片刻，將心歸向上主。我哋一齊祈禱，請起立。親愛的天父，喺呢個將臨期嘅第2個主日，我哋感謝你，因為你係先愛我哋嘅主。你差獨生子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上，住喺我哋中間，喺馬槽喺十字架上完全顯明你捨己嘅愛。主啊，當我哋燃點呢支蠟燭嘅時候，求你嘅光照我哋嘅心，赦免我哋好多時候只係顧自己，忽略身邊嘅孤單、受傷、缺乏嘅人。求你藉住聖靈喺今日嘅崇拜更新我哋，喺生活中學效基督，彼此相愛，關懷鄰舍，好叫世人因着我哋認出你係真實嘅神。求你悅納我哋今日嘅敬拜，從詩歌、禱告、讀經到聽道，都充滿你嘅同在同埋說話，使我哋再次被你嘅愛感動，被你嘅愛改變。我哋咁樣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祈求，阿們。馬太福音2章1至2節5至6節，在希律作王的時候，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有幾個博學之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裏？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他們說：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為有先知記着：猶大地的伯利恆啊，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因為將來有一位統治者要從你那裏出來，牧養我以色列民。我哋一齊嚟到敬拜我哋嘅救主基督，新生王。榮耀國度，天使成群，真益齊飛遍地行。當年高唱真神創作，今尊救主已降生，齊來敬拜。
新生活。今天雖然他是嬰孩，他照着於父作王，直到萬國都信奉他，謙卑或失痛仰望。齊來敬拜，齊來敬拜，敬拜基督新生活。耶穌，你配受大崇拜，我謙恭俯拜，獻上讚頌，全心讚美尊崇。耶穌，你有極大權柄，你升天達成，永賜盼望，讚美。沒有現世界擁戴喝彩，沒有向世界高聲宣揚，寧願超正降下世間，你謙卑一生走過，嘗盡苦難，拋磚降卑。沒愛戀，世間尊貴榮耀。沒愛戀，世間明媚以麗，情願背負這十架走，你甘心犧牲擺上，全為賜我美善人生。耶穌，你配受大崇拜，我謙恭俯拜，獻上讚頌，全心讚美尊崇。耶穌，你有極大權柄，你升天達成，永賜盼望，讚美。沒有要世界擁戴喝彩，沒有向世界高聲宣揚，寧願超正降下世間，你謙卑一生走過，嘗盡苦難，拋磚降卑。沒愛戀，世界尊貴榮耀。沒愛戀，世間明媚以麗，情願背負這十架走，你甘心犧牲擺上，全為賜我美善人生。耶穌，你配受大崇拜，我謙恭俯拜，獻上讚頌，全心讚美尊崇。耶穌，你有極大權柄，你升天達成，永賜盼望，全心敬拜讚頌。耶穌，你美善沒誰比，你恩典豐富滿我一生，全心讚美尊崇，全因你愛我沒嫌棄，你捨身拯救替我犧牲獻上，全因你愛我沒嫌棄，你捨身拯救替我犧牲獻上。我哋一齊低頭祈禱。慈悲仁愛嘅天父啊，全地都要嚟到敬拜你。你係創造嘅主，你愛你所做嘅萬物，你就係愛。我哋承認我哋係罪人，犯罪得罪咗你，但係你愛我哋到底，並沒有嫌棄我哋。你賜下你嘅愛子耶穌基督，佢嘅降生係為咗拯救世人，佢聖潔尊貴，係和平之君，係我哋嘅盼望。佢信服神你嘅旨意嚟到世上
為咗救贖我哋而犧牲受苦。佢嘅寶血令到我哋得到釋放，讓我哋能夠成為你嘅兒女，可以親近你。靠住佢，我哋能夠過豐盛嘅生命。佢係配得我哋嘅謙恭俯拜，向佢獻上頌讚。神啊，感謝你賜下聖靈，喺混亂嘅世界裏邊提醒我哋，引領我哋走到真道上。無論遇上點樣嘅困難同埋痛苦，我哋只要願意歸向你，單單仰望你，便能夠從你嗰度得到滿足同埋安慰。你係我哋嘅保障，你係我哋嘅喜樂泉源。求你幫助我哋效法基督，喺你嘅愛裏邊互相體諒，彼此相愛。耶穌點樣愛我哋就要點樣彼此相愛。咁樣世人便認出我哋係耶穌基督嘅門徒。神啊，願你嘅國度降臨，願一切嘅榮耀頌讚都歸俾你。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大家請坐。喺以賽亞書9章2節同埋第6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和平之君是我盼望安慰，全能的主聖潔尊貴，因光普照萬世。我心敬仰，頌讚上帝救恩，完全的愛怎可以代替？全然為我犧牲，願背負痛苦困難，誠然為我擔憂，淚眼中得抹乾，一生靠着你牽引，無用再歷尋，無人像你滿足我心。和平之君是我盼望安慰，全能的主聖潔尊貴，因光普照萬世。我心敬仰，頌讚上帝救恩，完全的愛怎可以代替？全然為我犧牲，願背負痛苦困難，誠然為我擔憂，淚眼中得抹乾，一生靠着你牽引，無用再覓尋，無人像你滿足我心。和平之君是我盼望安慰，全能的主聖潔尊貴，因光普照萬世。我心敬仰，頌讚上帝救恩，完全的愛怎可以代替？完全的愛怎可以代替？跟住聖餐嘅時候，今日係聖餐主日，我哋住餅同埋杯去紀念耶穌基督嘅救恩。請聽我讀出一卷經文，經文記載喺哥林多前書11章23至到25節。經文咁樣講：
主耶穌被出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然後佢亦照樣拿起杯嚟，說：這杯是用我嘅血所立嘅新約，你哋每逢喝嘅時候，要如此行，嚟紀念我。各位弟兄姊妹，我哋先安靜自己，感謝天父，讓我哋可以一齊去領受聖餐，領受基督所設嘅餅同埋酒，讓我哋檢視自己嘅過犯，我哋有冇在喺行為上邊、行事為人、說話、心思意念上邊得罪上帝。我哋先求主赦免，亦求聖靈喺我哋嘅心裏邊更新我哋嘅心，讓我哋嘅生命有基督喺我哋裏邊。讓我哋一齊祈禱。全能嘅上帝，我哋嘅天父，我哋感謝你，因為你嘅救恩臨到我哋，求你監察我哋嘅內心，潔淨一切唔合你旨意嘅意念同埋行為，讓我哋存感謝嘅心，紀念你為世人捨身流血嘅恩典，又賜我哋合一嘅靈，讓我哋弟兄姊妹同心領受呢個聖餐，一同生活喺你嘅愛嘅裏邊，成為一體。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阿門。我哋邀請咧所有咧接受水禮嘅弟兄姊妹咧一起咧領受聖餐，領受呢個餅同埋杯。倘若咧喺我哋當中咧未接受洗禮嘅，或者未相信嘅，我哋盼望咧有一天咧，我哋咧可以咧即係認識到主耶穌基督，認識到主耶穌基督咧呢份咧捨身嘅大愛，接受咧耶穌基督同我哋咧一齊領受基督嘅餅同埋杯。主耶穌攞起餅嚟，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要如此行，為嘅係紀念我。我哋一起食呢個餅，紀念主耶穌基督釘身上十字架嘅大愛。耶穌喺飯後拿起杯嚟，說：這杯是我嘅血所立嘅新約，
你哋每逢喝呢個杯嘅時候，要如此行嚟紀念我。我哋一起飲呢個杯，紀念主耶穌基督流血救贖我哋。我哋一齊祈禱。愛我哋嘅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你，俾我哋喺呢個聖餐裏邊再次經歷主耶穌基督為我哋捨身流血嘅大愛。我哋感謝你接納我哋嘅讚美同埋感恩，求你嘅恩手繼續嘅醫治更新我哋嘅生命。願我哋所領受嘅恩典，使我哋可以喺每日嘅生活中活出基督嘅樣式，同弟兄姊妹有合一嘅心，喺愛中服侍，見證你嘅真理。主，我哋願意將自己獻上作為聖潔、蒙你悅納嘅活祭，願一切嘅尊貴、榮耀、頌讚歸於聖父、聖子、聖靈，永永遠遠。阿門。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好嘛？舊年12月咧，我有機會同大家咧分享神嘅話語。我記得咧嗰時同大家講嘅主題咧係關於盼望。好感恩，今年咧亦都有機會咧同大家去分享神嘅説話。今年教會俾我嘅題目咧係因基督而得嘅愛心啊！嗱，如果我話因為曾經體驗過神嘅愛，所以我哋更加有能力嘅去愛身邊嘅人，又或者係因為曾經被愛過，我哋先懂得點樣去愛人。我估大家都會認同我咁樣去講，係咪啊？因基督而得嘅愛心，令我諗起約翰福音13至17章呢幾章嘅經文。當中咧係描寫咗耶穌同埋門徒之間好親密嘅關係，同埋耶穌知道自己將要被釘死十字架之前，對門徒一啲嘅勸勉同埋鼓勵。今日咧，我只係想同大家咧集中睇約翰福音13章嘅經文，嘗試去學效耶穌基督對門徒嗰份嘅愛。嘗試學校點樣去彼此相愛，讓我哋先一同祈禱。親愛的天父，多謝你，讓我哋再一次有機會嘅一同聚集去學習你嘅説話。聖靈，求你開啟我哋嘅心，讓我哋明白神嘅心意，幫助我哋體會耶穌基督對我哋嗰份咁深嘅愛。多謝你聽我哋嘅禱告，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我會首先為大家讀出約翰福音13章1至11節嘅經文。逾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嘅時候到了，他一向愛世間屬自己嘅人，就愛他們到底。晚餐嘅時候，魔鬼已把出賣耶穌嘅意思放在加略人西門嘅兒子猶大心裏。耶穌知道父已把萬有交在他手裏，且知道自己是從神出來的，又要回到神那裏去，就立即站起來，脫了衣服，拿一條手巾束腰。隨後把水倒在盆裏，開始洗門徒的腳，並用束腰嘅手巾擦乾。到了西門彼得跟前，彼得對他說：主啊，你洗我的腳嗎？耶穌回答他說：我所做的，你現在不知道，但以後會明白。彼得對他說：你絕對不可以洗我的腳。耶穌回答他：
我若不洗你，你就與我無分了。西門彼得對他說：主啊，不僅是我嘅腳，連手和頭也要洗。耶穌對他說：凡洗過澡嘅人，不需要再洗，只要把腳一洗，全身就乾淨了。你們是乾淨的，然而不都是乾淨的。耶穌已經知道要出賣他的是誰，因此說：你們不都是乾淨的。然後呢，我想請大家為我讀出好嗎？請姊妹呢就讀雙節啦，弟兄讀單節好嗎？請姊妹，耶穌洗完了。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接納我所差遣的，就是接納我；接納我的，就是接納差遣我的那位。第一點，學效基督順服父神嘅心意。逾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嘅時候到了，他一向愛世間屬自己人，就愛他們到底。整本約翰福音呢，如果由第1章1節睇到最後，我哋會發現呢，好多時耶穌都知道自己嘅時間嘅，佢對父神嘅計劃同埋旨意係有充分嘅了解。譬如約翰福音2章4節嗰時喺迦拿婚宴嗰度，佢嘅媽媽就話啦：婚宴嘅酒用完啦。耶穌話：我嘅時候還沒有到。約翰福音7章30節，於是他們想要捉拿耶穌，只是沒有人下手，因為他嘅時候還沒有到。呢度嘅他們呢，係指猶太人。12章23至24節，耶穌回答他們說：人子得榮耀嘅時候到啦。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耶穌願意順服父神嘅計劃同埋時間，佢知道父神已經將萬有交喺佢手裏面，佢知道自己係從神出嚟，又要返到神嗰度。經文好想表達就係耶穌係有絕對嘅權柄，佢對於萬有係有一個全面嘅統治權。咁即係想表達乜嘢呢？就係耶穌受死、被人捉拿，呢啲其實完全都喺耶穌掌握當中。佢自己甘心情願嘅為我哋去受死。耶穌一向愛世間屬自己人，就愛佢哋到底。愛到底嘅愛，到底嘅意思就係直到最後，又或者係完完全全嘅一種愛。耶穌對父神嘅順服唔係去到最後，神話時候到啦，要上十字架，絕對唔係，係由一開始到最後，耶穌都願意選擇順服父神嘅心意。耶穌會問父神嘅心意，然後就決定幾時喺神嘅面前行呢個神蹟，幾時要講呢一番嘅教導，幾時選擇先退落嚟，
時候未到，避開人群。耶穌好想去尋求配合父神嘅心意。弟兄姊妹，我哋係咪都可以嘅？學效耶穌有一份好想去尋求明白神嘅心意，好願意去配合聖靈嘅計劃，呢一個嘅心態呢？靈東城音樂創作人創作咗好多嘅詩歌，其中求引領我心默默回望，可能你哋都認識或者都唱過。喺佢嘅見證分享，佢咁講：佢生咗第一個仔之後，跟住個仔被診斷係有自閉症，然後就生多個女，生咗2個小朋友。佢太太咧就話：不如我辭去我工作，專心湊呢2個小朋友。於是靈東城咧就自己一個人單位頭家啦。佢業餘嘅時候就係有啲音樂嘅創作，但係其實當時咧佢有一份嘅工作就係喺設計公司度咧做打工嘅。但係當時咧嗰個經濟環境唔係幾好啊，公司咧成日都唔係可以出到糧。咁結果咧有一日個老闆咧就同佢講：靈東城啊，不如你自己去揾下有冇工作啦，你自己預備下啦咁。當日佢放工經過地鐵站，佢見到有一個媽媽坐咗喺度，抱住一個好細好細嘅孩子。地下有張紙寫住佢哋好需要人哋幫助。靈東城嘅分享話：我有感動，神感動我要俾100蚊呢一個嘅婦人。打開銀包，一張100蚊紙，一個10蚊嘅硬幣，香港係10蚊嘅硬幣噶嘛，大家記唔記得？同埋一啲嘅散紙。佢嘅決定呢，就係拎咗個10蚊嘅硬幣放低走啦。行到差唔多50米嘅距離，佢話神感動佢停落嚟，回頭望下個婦人。佢停低，回頭望，神問：你覺得佢可唔可憐啊？咁靈東城咁同神講：神，佢好可憐，佢好可憐，但係我都好可憐，我都好可憐。但係我明㗎，我明白嘅。行返轉頭，打開銀包，將嗰100蚊放低，然後心裏面話：願神祝福你。返到屋企，太太問：有冇糧出啊？今日有㗎啦，就嚟有㗎啦。然後就同太太講剛才發生嘅事。太太話：你做得啱，我哋係應該咁做。過咗1-2日，靈東城嘅妹妹俾咗張支票佢太太，太太打開，大家估下幾多錢？11000蚊。跟住佢問翻個妹妹：阿妹，點解你寫呢個銀碼嘅咁？咁佢就話啦：咁當時香港政府俾每一個合資格嘅市民1萬蚊噶嘛，大家記唔記得啦？可能你哋都過咗嚟啦，係啦。咁咧，每一個合資格嘅香港市民咧，係政府派一萬蚊。然後佢話：阿哥阿嫂，我心裏面有感動，俾多1000蚊你。咁所以總共咧係11000蚊。靈東城話：當佢睇住張支票，睇到係11000蚊，諗翻嗰日自己好掙扎之下，放低180蚊。佢話：呢個真係一個又真又活嘅神。弟兄姊妹，我哋相信神呢係會看顧睇住一啲有需要嘅人嘅需要，而神呢同一時間會感動我哋去付出我哋嘅時間同埋金錢去幫助有需要嘅人。昔日耶穌喺世間嘅時候，佢願意順服父神嘅計劃，為咗救贖我哋，喺父神認為最合適嘅時間降世為人。喺父神認為最合適嘅時間死十字架上面。今日咧，願意我哋都尋求神嘅心意，順服神嘅感動。如果神感動你去為身邊嘅人付出你嘅時間、金錢嘅時候，盼望我哋都順服聖靈嘅感動，作出回應，
配合神嘅計劃，好叫我哋為別人付出嘅能夠成為別人嘅祝福，亦都讓別人體會乜嘢係神嘅愛。第二點，學效基督明白別人嘅軟弱。耶穌就離席站起來，脫了衣服，拿一條手巾束腰，隨後把水倒在盆裏，開始洗門徒嘅腳，並用束腰嘅手巾擦乾。如果你係其中一個門徒，你會有咩反應呢？耶穌去到西門彼得嘅面前，彼得就話啦：主啊，你洗我嘅腳？耶穌就話：我而家所做嘅嘢，你而家唔明白，但之後會明白。如果你哋係當時其中一個門徒嘅時候，你會唔會都好似彼得咁講話？你絕對唔可以洗我嘅腳啊！耶穌，耶穌話：如果我唔洗你嘅腳，你就同我無份，你就同我完全冇關係噶啦。於是彼得點講啊？彼得就話：主啊，唔單止係我腳，連我嘅手同頭都要洗啊！呢度咧表達咗咧，彼得好想同主耶穌有一個好親密嘅關係。但係耶穌就答啦：凡洗過澡嘅人唔需要再洗，只要將腳一洗咧，全身就乾淨。你哋係乾淨嘅，但係唔係全部都係乾淨。因為耶穌已經知道邊個將要出賣佢，因此佢話：你哋都唔係乾淨嘅。乾淨呢個詞咧，除咗指隻腳唔乾淨，其實有另一個深層嘅意思，就係喺道德同埋靈性上面唔乾淨。咁所以耶穌話：你哋唔係乾淨嘅，佢意思就係因為猶大有一個出賣主嘅呢個意念，所以都唔係乾淨。有人話其實耶穌話要幫門徒洗腳，洗腳咧亦都有另一個深層嘅意思，就係話咧，主耶穌要喺十字架上面咧洗清我哋嘅罪，咁所以唔單單係一個洗腳嘅舉動，咁聖經學者就話其實亦都有包含咧，係唯有讓主耶穌洗去我哋嘅罪，我哋先可以同主耶穌咧係有關係。好啦，我哋諗翻起當日嘅場景啦。我哋知道當時耶穌同門徒一齊啦，咁當中有將要出賣去嘅猶大，其實亦都有將要唔認佢嘅彼得。耶穌好認識佢嘅門徒，佢好明白人嘅軟弱，佢好明白人性嘅軟弱。咁所以我想同大家睇埋呢一節嘅經文。喺13章21節，耶穌說了這些話，心裏憂愁，於是明確地話：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出賣我。忍唔住啦，耶穌都要講出口啦。你哋實實在在中間有個人呢，要出賣我。其實已經一早知道㗎啦，係咪？耶穌已經係有一個如全面掌握成個場面嗰個嘅能力㗎啦。但係佢都會為到知道猶大要出賣自己，係心裏憂愁嘅喎。即係耶穌作為一個有人性嗰方面，佢都有感情，佢都會覺得好難過嘅喎，俾自己嘅門徒出賣。咁彼得又點呢？彼得唔係曾經話：主啊，你連我嘅頭同埋連我嘅手同頭都要洗。但係其實耶穌話：你真係願意為我捨命嗎？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雞叫以前，你要3次唔認我。弟兄姊妹，主耶穌認識佢嘅門徒，佢哋當中有一個將要出賣自己，當中有一個將要3次都唔認自己，但係耶穌都選擇仍然謙卑去服侍佢哋，為佢哋洗腳，仍然願意選擇俾佢哋體會乜嘢為之去愛對方。咁我哋呢，可能我哋平時要去表達愛嘅對象，可能我哋嘅仔女啦，可能係我哋一啲嘅同輩、我哋嘅同事，或者喺教會裏面我哋要服侍嘅人。我哋又可唔可以好似主耶穌咁，有呢份愛去愛佢哋呢？咁
作為仔，我哋嘅仔女係嘛？我哋見到啲仔女，哇！真係好似唔係好生性啊，又頂撞我哋。咁我哋都算啦。點解啊？因為我哋愛佢哋啊嘛。我哋明白到，佢哋學緊啫，佢哋仲大緊。我哋亦都明白到，咁呢個係成長一個階段。就算佢哋頂撞我哋接納，我哋包容。因為我哋知道，其實佢哋都未必體會到做父母嗰份嘅難處同埋苦衷。但係對於我哋嘅同事或者我哋嘅下屬，如果佢哋因為自身性格上面一啲嘅軟弱而影響到我哋嘅時候，我哋真係唔係咁容易去包容接納㗎喎。因為點啊？因為佢哋做嘢嘅問題令到我哋有麻煩，因為佢哋嘅軟弱可能令到我哋要孭鑊㗎喎，係嘛？所以真係唔係咁容易嘅喎。但係如果對於一啲你知道佢個心唔係幾好，甚至乎想出賣你嘅人，我覺得係好難嘅。我相信係好難去面對佢哋。連主耶穌都咁傷心難過嘅時候，何況我哋呢？咁我真係覺得我哋係需要懇求主耶穌聖靈嘅幫助，俾我哋心裏面有足夠嘅愛，以至我哋可以面對到一啲咁大挑戰嘅人，係嘛？弟兄姊妹，求主幫助我哋學效耶穌基督，盡我哋嘅能力去體會接納別人嘅軟弱。聖經話愛係從神而嚟，我哋求神，向神呼求，求神嘅愛充滿我哋，以至我哋有能力懂得點樣去愛身邊嘅人，或者我哋都可以為對方祈禱，但係其實更加緊要嘅係為自己祈禱，因為每我哋喺別人身上揾到嘅軟弱，其實我哋都錯過咗，其實自己身上都有好多嘅限制，或者我哋都要學習向神禱告，神啊，求你開我嘅眼睛，睇到我自己嘅限制。因為我睇到我自己限制，我就能夠接納別人嘅軟弱。求神幫助我哋每一個人都需要神嘅愛，需要神嘅憐憫同埋幫助。第三點，學效基督樹立榜樣，實踐彼此相愛。耶穌洗完咗佢哋嘅腳，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對他們說：我為你哋所做嘅，你哋明唔明白？你哋稱呼我係老師，稱呼我主，你哋講嘅係啱嘅，不錯啊嘛。我本來就係，我係你哋嘅主，你哋嘅老師，尚且洗你哋嘅腳，你們也應當彼此洗腳。耶穌一方面好確認，我真係你哋嘅主，我真係你哋嘅老師。但係佢亦都俾佢哋知道，我突然間幫你哋彼此洗腳，就係好想為你哋樹立榜樣。我給你們作了榜樣，為要你們照着我為你們所做的去做。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僕人不大於主人，奉差嘅人也不大於差他嘅人。你們既知道這些事，若是去實行，就有福了。然後耶穌就話啦：吃我飯嘅人用腳踢我。呢度耶穌引用咗舊約詩篇41篇9節，連我知己嘅朋友，我所信賴吃我飯嘅人也用腳踢我。耶穌話：事情還沒有發生嘅時候，我現在先告訴你們，讓你們到事情發生嘅時候，好信我就是那位。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接納我所差遣的，就是接納我；接納我的，就是接納差遣我的那位。好啦，耶穌咧再明言咧就話啦：吃我飯嘅人用腳踢我。耶穌好認識猶大係一個咩人？對於其他嘅門徒，佢好想俾其他門徒預先知道有人要出賣佢。點解呢？點解要預先講呢？耶穌話：因為好快就有人嚟捉拿佢，好快門徒會發現佢哋嘅主、佢哋嘅老師會俾人釘喺十字架上面，為咗讓其他門徒知道，其實主耶穌係甘願被人出賣，甘願被捉拿，以至當佢受死之後嘅時候，
門徒仍然確信佢就係那位。那位喺原文希臘文呢，其實係意思係我是。咁咩叫我是啊？我是就係喺聖經嚟講呢，就表達咗就係嗰位神，嗰位基督。耶穌為咗俾門徒明白佢嘅身份唔受外在環境影響嘅時候，所以佢預先俾佢哋有心理準備，佢將會被人出賣。如果參考埋馬太、馬可、路加福音呢，門徒之間唔單止一切爭嘅，佢哋爭啲乜嘢呢？就係爭做最大嗰個。耶穌為門徒洗腳就係一個最具體嘅解説。解説就係話，你哋中間最大嘅都要成為最小嘅，為領袖嘅都要像服侍人的。我記得自己讀神學院啦，咁有面試噶嘛，係咪啊？咁我記得咧嗰一日，咁我敲門，敲門啦。咁有少少緊張啦，係咪？開咗道門，咁入間房度。咁當時咧面試嗰日，我講緊，咁有2個神學院嘅老師咁啊，當係咁樣啦，坐咗喺度嚇。咁唔係4個嘅，1-2個咁啊。入到門口啦，咁啊打聲招呼坐低啦，係嘛？咁突然間咧，其中個老師咧，哇！即係我冇諗過喎。咁突然間咧就斟茶，跟住企起身遞俾我飲喎。我當時嘅反應就係，我即刻企起身係嘛，跟住話唔該，其實應該我斟俾你㗎，係啊，唔該晒咁，手震咁樣坐翻低咁樣啦嚇。嗰個面試講過啲乜嘢我唔記得晒，但係嗰一幕我仲記得係啊，我仲記得喺我完全冇心理準備之下，神學院老師企起身斟茶俾我，遞俾我飲。喺之後嗰幾年嘅神學院嘅學習咧，我好感受到老師們佢哋嗰種謙卑嘅服侍，同學都好尊重老師，同學都好願意學習點樣去謙卑服侍。耶穌除咗希望門徒彼此洗腳之外咧，佢亦都賜俾佢哋一條新嘅命令喎。我哋一齊讀好唔好啊？1、2、3，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那要怎樣彼此相愛。你們若彼此相愛，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我哋細心諗一諗，耶穌點樣愛門徒呢？耶穌點樣愛我哋？耶穌願意放低自己嘅身份去服侍其他人。耶穌願意接納我哋嘅不足同埋軟弱。耶穌願意為我哋犧牲自己。舊年我收到個 WhatsApp， 係一個以前認識嘅姊妹，佢返緊一間教會，教會裡面呢有個 WhatsApp 嘅內容呢係關於2個姊妹一啲真實嘅經歷。其中一個姊妹咧叫做曾敏音，佢咧係一出世咧就患有先天膽管閉塞。咁當時好細個啦，做完手術之後咧，身體都仲 OK 嘅，仲係叫做可以健康咁樣成長。咁但係去到2014年啦，當佢咧生咗一個仔嚇，生咗個仔之後冇幾耐咧，身體突然間咧惡化喎。咁有一日咧發高燒去到40度，去到醫院嘅時候啦，醫生幫佢做檢查咧，就發現原來咧佢嗰個肝臟咧已經開始有輕微嘅肝硬化。佢問醫生：我仲有幾耐命啊？你估？醫生話10年啦，應該10年到啦咁。暫時食住藥先啦，或者排隊睇下有冇肝臟移植啦咁。曾姊妹嘗試啦，係咪？睇下佢嘅家人啦，或者直系嘅親屬啦，佢嘅先生啦嘅肝臟係可唔可以合適去做一個肝臟嘅移植？但係冇喎，唔合適。咁唔緊要，咁等屍肝咯，等屍肝移植。但係等極咧，佢都唔係排到第一嗰個。曾經試過排第2，但係咧就去唔到第一嗰個。
2021年身體咧急劇咁樣惡化，開始皮膚都變黃啦。教會有另一個姊妹，佢叫做游婉琳，佢哋兩個一啲都唔熟嘅。之前係啊，因為教會如果有一定嘅人數咧，其實唔係大家都可以好熟。但係阿游婉琳咧，佢心裏面咧覺得有份催逼，係越嚟越強嘅催逼，就話你將個肝一部分移植俾曾姊妹啦。咁游婉琳就同佢先生講：我從神而嚟呢個感動。佢先生話唔得，絕對唔可以。萬一你嘅手術有咩事，我哋兩個咁細嘅仔女咁點算啊？唔好諗啦，講都唔好講啊！就係咁樣。過咗一段時間，游婉琳話唔係啊，個催逼真係好強啊，真係叫我去咁做咧。跟住佢先生祈禱啦，返教會同牧者祈禱啦，求神話不要跟從我嘅意思，但願我能順服神嘅感動。結果 yes OK， 跟住由姊妹就都要做身體檢查，睇下係咪合適啦。咁結果呢，好感恩啊！佢哋兩個嘅手術都好順利，而喺個過程裡面，教會全總動員啊！佢哋咧一齊嚟去支持支援呢兩個家庭，無論佢哋去做醫院做各樣嘅檢查、接送啦、幫手照顧佢哋嘅小朋友啦、提供膳食啦，全教會都一齊嚟支援呢兩個家庭，大家都好開心、好雀躍。佢哋見到佢哋好精神咁樣做完手術，然後咧慢慢康復。當時咧教會弟兄姊妹咧，佢哋話：我哋可以好具體嘅實踐彼此相愛，而我哋可以好深體會神與我哋同在。弟兄姊妹，耶穌基督為我哋樹立榜樣，亦都吩咐我哋要彼此相愛啊！願意我哋都學效主耶穌基督喺我哋個人嘅崗位上面，願意放下身段，謙卑咁樣去服侍別人。我哋唔好爭邊個係大啊，反而去愛嗰啲我哋覺得唔可愛嘅人。求主耶穌基督嘅愛去激勵我哋，充滿我哋嘅心，幫助我哋能夠實踐彼此相愛，願意去付出愛之餘，有時接受人嘅愛都唔容易嘅。咁所以我願意我哋都要學習去愛別人，亦都去接受別人嘅愛。今早咧，我哋集中睇約翰福音13章嘅經文，學效基督順服父神嘅心意，學效基督明白別人嘅軟弱，學效基督樹立榜樣，實踐彼此相愛。弟兄姊妹，可能你同我一樣，曾幾何時都喺別人嘅身上體驗過具體嘅明白乜嘢係神嘅愛。今朝早聖靈有冇提醒你喺邊一方面做一啲嘅行動呢？今朝早你願唔願意配合聖靈嘅感動，付出你嘅愛，付出從神而嚟嘅愛？讓我哋都各自啊，好嘛？各自去安靜，各自祈禱，然後我同大家咧會做一個嘅禱文，好嘛？祈禱。讓我哋一齊禱告。親愛天父，若然我哋當中有弟兄姊妹，佢覺得最近好缺乏
神你嘅愛，佢體會唔到。聖靈啊，求你將神嘅愛傾倒喺佢哋身上。聖靈啊，求你幫助我哋，實在唔能夠憑自己去愛別人。我哋需要你，需要你嘅愛充滿我哋，需要你教導我哋點樣去愛身邊嘅人。聖靈啊，求你幫助我哋啊！你感動我哋，俾我哋有力量去學效主耶穌基督，願意去順服父神嘅心意，願意去接納別人嘅軟弱，願意實踐彼此相愛。我哋同心獻上禱告，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求神嘅愛充滿我哋，但願我哋都學效耶穌基督，去識得愛人，亦都接納別人嘅愛。我哋一齊去順服神嘅心意，體諒人嘅軟弱，實踐彼此相愛。每一天過每一刻，盼見真愛，能在變幻迷途裏遇見真情。但世間偏偏是充滿恨怨鬥爭狀態，人在世界無奈世界的愛被罪破壞，我的心到這一刻看見真愛，可惜虛假共成見又似枷鎖。在世間匆匆，但心肯突破，從覓自我。面對過錯，面對過錯，愛是更多。是你一生，是你犧牲，讓每顆心找到曙光。讓我此刻，讓我此生，立志決心找緊信心，實現盼望。人生若有捨己不朽的愛，求讓我愛，投入去愛，重新去愛。每一天過每一刻，盼見真愛，能在變幻迷途裏遇見真情。但世間偏偏是充滿恨怨鬥爭狀態，人在世界無奈世界的愛被罪破壞，我的心到這一刻盼見真愛，可惜虛假共成見又似枷鎖。在世間匆匆，但心肯突破，從覓自我。明白過錯，面對過錯，愛是更多。是你一生，是你犧牲，讓每顆心找到曙光。讓我此刻，讓我此生，立志決心找緊信心，實現盼望。人生若有捨己不朽的愛，求讓我愛，投入去愛，重新去愛。是你一生，是你犧牲，讓每顆心找到曙光。讓我此刻，讓我此生，立志決心找緊信心，實現盼望。人生若有捨己不朽的愛，求讓我愛，投入去愛，重新去愛。
好，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咁咧，想請問咧，今日咧有冇一啲新嘅朋友咧喺我哋當中啊？好，咁咧開心啦！我哋多謝請恩傳道啦 ，Pastor Crystal 啦，大家都好掛住佢啦，係咪？咁係啦，下年再翻嚟講道啦嚇。好，咁咧就當應承咗噶啦嚇。好，咁咧就我哋下年嘅主題，咁咧係先求神嘅國同佢嘅義嚇。咁我哋咧會繼續慢慢咧會公佈咧，真係即係我哋咧一啲仔細嘅內容啦。咁咧嗱，我哋開始咧2026年咧有好多嘅事工咧都會開展噶啦。咁咧2026年我哋教會嘅祈禱會嚇，咁一個今日嘅宣佈嘅重點咧就喺呢度嘅啫。其實祈禱會需要你嚇，各位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啊，教會都有唔少嘅轉變啦，係咪？即係我哋有新嘅執事會啦，亦有一個新嘅牧者啦，係咪？即係以前唔使我報告咁，而家你見到我係咪都知道我係一個點嘅人啦？係咪都需要禱告支持噶嘛？係咪？咁所以咧嗱，我哋嘅教會嘅祈禱會都真係好需要大家咧，真係去托住教會嘅需要。咁所以咧，我哋都邀請大家咧喺嚟緊嘅一年啊，2026年咧，我哋都出席教會嘅祈禱會嚇。其實我哋一路都有接近咧20幾30個弟兄姊妹咧，其實係恆常出席咧我哋嘅祈禱會，係一個好難得嘅。其實係一路咧都用祈禱咧托住弟兄姊妹，托住教會。咁咧我哋祈禱會嘅時間咧，大家留意啊，唔使你嗰啲字仔住嘅字仔嗰啲，我哋遲啲先講啊。我哋最緊要記住，我哋咧係每個星期三8點至9點，咁我哋都會精簡咗少少嘅。而家咧係8點至9點半，咁我哋嚟緊2026年嘅祈禱會咧係8點至9點喺網上舉行嘅，不怕陽光，不怕風雪。唔係8點至9點冇陽光噶啦，即係我哋都係喺網上舉行嘅。咁啊，大家預留時間啦喎嚇。咁啊，我哋祈禱會。咁咧，基教部咧亦會喺2026年咧有一個即係繼續嘅讀經嘅計劃嚇。咁我哋咧個成個名稱咧叫再畫永恆嘅聖經讀經計劃。咁我哋咧喺第一季咧會讀路加福音同使徒行傳。弟兄姊妹知唔知點解我哋會讀路加福音同使徒行傳先啊？係非常之厲害啊！有人答到，因為咧都係路加寫嘅。咁咧由耶穌基督至到咧早期教會咧，都係一個咧真係好系統咧，讓我哋去掌握。咁咧我哋咧都會有一個咁嘅讀經計劃。好，咁咧跟住咧就係咧嗱，輕鬆小聚12月20號咧週六咧係暫停一次嘅。咁我哋咧2026年再見啦。咁啊大家留意。咁咧我哋國語堂嘅洗禮會喺12月14號嚇，我哋洗禮嘅弟兄姊妹咧有2位。咁我哋咧都禱告紀念。好，將臨期我哋唔特別啦。咁我哋聖誕節崇拜，咁啊大家留意啦。咁我哋都好多次啦，我哋25號啦。咁啊10點半係10點半，大家記住嚇，唔好9點半翻咗嚟啦。咁10點半，咁我哋咧係希望咧，我哋喺崇拜嘅當中咧，我哋歡迎咧，我哋帶埋我哋嘅小朋友啦，或者我哋嘅家人啦、父母啦、公公啦、婆婆啦、爺爺啦，一齊翻嚟，我哋一家人咧一齊咧喺教會當中咧，我哋咧去慶祝我哋嘅聖誕節嘅崇拜。咁咧呢個咧係我哋25號嘅崇拜。咁咧亦都報告咗㗎啦，喺12月20號咧，我哋有我哋教會嘅兒童嘅音樂劇。兒童嘅音樂劇，咁呢個音樂劇咧嘅名咧叫明星嚇，咁而家咧都如火如荼嘅進行當中㗎啦。教會有好多弟兄姊妹咧都參與喺裏邊。咁咧嗰日咧會有2場嘅，2點至到6點，2點至到6點。咁咧我哋咧就需要咧免費門票登記嘅。咁咧大家咧需要咧即係喺教會網頁咧都見到呢個曲嘅時候咧就可以咧去登記。嗱，咁我知道咧。因為個位咧就有限嘅，我哋2場夾埋咧就大概係200零位到嘅啫。咁而家去到今天咧，其實咧我哋嘅門票咧已經咧有一半嘅已經登記咗㗎啦。咁所以咧大家欲免咧，即係想睇冇得睇咧，咁啊麻煩大家咧都盡快咧去，即係如果有想參加嘅話咧，都盡快咧去報名啦。因為你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可能咧就幫唔到大家。咁
咁啊嗱，不過大家都要留意喎，即係因為咧我哋嗰個就冇一個退票機制嘅，暫時即係話咧你報咗名咧，我哋就預咗你㗎啦。咁滿咗座之後咧，可能有啲弟兄姊妹想報名咧，就報唔到名。咁但係咧，可能你話，報咗先啦，唔好理啦咁樣，壓住個位先啦。嗱，千祈唔好咁做。你真係嚟，你就報名。嗱，如果真係有時唔得嘅話咧，咁我哋遲啲咧會聯絡大家，話俾大家聽，你可以點樣咧攞翻張飛出嚟。因為咧冇飛咧，我哋係入唔到嚟嘅。咁所以咧大家係確定我誓死都嚟㗎啦。咁咧就報名啦，係咪？咁我哋都因為想真係有參加嘅都可以有飛參加，唔好大家攞咗張飛又唔嚟啦，咁樣咧就空溜溜咁樣咧，咁啲細路仔唔開心噶嘛，係咪？童年有打擊咧，我哋都唔希望係咁樣啦，係咪？好，咁大家記住咯喎 ，OK？ 好，咁我哋嘅奉獻方法，咁大家都好熟悉噶啦，我哋咧都係我哋教會嘅需要啦，亦都係咧我哋咧會答或者咧去報答上帝恩典嘅一個重要嘅途徑。好，咁基教課程，我哋1、2月咧有新嘅課程啦。咁個名好長啊，從帝國教會到中世紀教會、基督教會史啊，4至15世紀。咁呢個咧就係我哋下年1月到2月咧新嘅基督教課程。咁咧就係咧有講緊咧，即係由上一次咧早期教會咧到而家咧中世紀教會嘅發展嚇。咁啊好多咧教會好重要嘅，差唔多咧我哋重要嘅基督教嘅思想或者咧教義咧喺呢個時候咧差唔多咧就定晒落嚟㗎啦。咁咧都係一個咧好我覺得好有趣嘅課程嚟嘅。咁所以咧就喺1至2月啦。咁啊係啦。咁啊報名咧可以喺呢度報名嘅。咁老師係邊個咧？就係本人。好，咁啊啟發課程每個星期日咧都喺教會嘅前廊舉行，咁咧我哋都邀請大家啦。如果大家咧可以咧可以一齊去分享信仰啦，一齊傾下偈啦，咁都係一個好好嘅，亦都可以鼓勵一啲咧即係新翻嚟或者咧對信仰咧未係好深入認識嘅，都鼓勵大家咧係可以咧參與。好，咁我哋咧嚟緊呢個禮拜咧嘅祈禱會咧係為英語堂祈禱。咁上個星期嘅祈禱會咧咁已經咧係擺咗上網㗎啦。好，咁我哋咧而家咧我哋一齊領受上帝嘅賜福。好，請舉起啦，我哋一齊祈禱。我哋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你，今日藉著崇拜，藉住你嘅道，再一次嘅向我哋顯明你長闊高深嘅愛。主啊，求你幫助我哋，當我哋離開呢個會堂之後，喺屋企、喺教會、喺職場、喺學校，都作一個活在愛裏實踐愛嘅門徒。主願意我哋都係學習你嘅榜樣，我哋先去服侍我哋身邊嘅人。願主你喺將臨期嘅當中教導我哋，喺等待中學習信靠，喺忙碌中學習安慰安靜，喺黑暗中學習以愛回應，好叫我哋嘅生活成為燈台，將基督嘅光同埋愛咧照進別人嘅心中。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嗰份不離不棄嘅慈愛、聖靈親切嘅感動、引導同埋能力，常與你哋眾人同在，使你哋喺將臨節嘅每一日都活在神嘅愛中，將呢份愛分享出去，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好，請坐。咁咧，大家咧可以安靜片刻，我哋嘅崇拜嚟到呢度，神珍重你。